由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主辦嘅澳門創科館喺12月4號至6號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以展中展嘅形式，與首屆全球智能機械與電子產品博覽會同場舉辦。澳門創科館匯聚本澳51家優秀創科企業同埋4所高等院校參與，藉此國際科技產業交流平台，立體展現本澳科創優勢與應用潛力。本次參加我們創科館的活動 AIE 這次活動，是我們對這個自己研發的產品一次非常好的展示，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我們展示給澳門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這個來訪者們介紹我們的項目。咁除咗我哋想俾澳門嘅市民知道咗一啲澳門低空經濟嘅發展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俾我哋同令到喺大灣區啊或者珠海嘅一啲合作商或者一啲客戶，俾佢哋知道原來澳門嘅科技公司都有呢啲咁嘅科技係可以去提供服務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做呢件事。澳門創科館期望以民生加技術為主軸，凸顯本澳科技重視應用性嘅特點。當中，澳電與普強科技合作嘅 AI 電力智能語音客服，推進人工智能技術喺電力服務領域嘅深度應用，聚焦澳門公共行政行業數字化轉型，以人工智能、語言大模型等前沿技術賦能客戶服務升級，共同打造澳門公共服務智能化新標杆。普強咧係一間澳門本地嘅科創公司，咁我澳電咧作為一個扎根於澳門嘅一個本地嘅事業單位啦，我哋都好支持本地科創企業嘅，咁所以我哋特登揾咗普強係合作，去開發我哋本地相關嘅呢個人工智能嘅應用。我哋呢個項目其中一個好大嘅亮點咧，就利用咗我哋人工機械人咧，去取代咗一啲重複嘅問題，因為我哋好多啲客戶咧打電話嚟，其實查詢帳單嘅，例如我哋每日咧差唔多30%幾啦，係呢類型嘅提問。咁如果採用咗我哋人工智能嘅話咧，咁由機械人去回答嘅話，個效率會提升好多。咁亦都減輕咗我哋同事嘅工作負擔。澳門創科館將促進人才、技術與商業嘅交流接軌，助力澳門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